大家好，今日我嚟教你點樣整個泡呢個假水。首先咧，你需要一個關水罩，即係嗰啲可以加清水，然後要加沐浴露，然後加白膠同埋透明膠水，呢兩個都可以加，即係你可以加白膠或者透明膠水。仲有一樣，你可以加洗潔精，因為咧佢可以起泡起得勁，即係可以我覺得。然後咧，你就加洗潔精啦，然後色素可加可不加，然後咧仲可以加嗰啲爬沙水或者肥皂水都得。呢個就係上面嘅咧，然後咧呢個假水咧就係做呢個嘅。你成個之後咧，其實咧你塞大木匙，反正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定，因為我今日自己整嘅。亞洲專研營養配方，每日一包。精準定製 All-in-One， 啟動進階健康。先傳，記住，更年期健康需要進階護理，一定要加白膠或者膠水同埋沐浴露，呢三樣全部都好重要，因為佢哋幾個都係好勁啊。同埋因為今日啲材料用晒，所以我冇得用。同埋咧，因為我同我媽咪同哥哥喺度傾偈，所以有啲嘈，唔好意思啊！大家有可能聽唔清，我而家再重複一次：蛙鵝膠粉加清水加沐浴露加白膠透明膠水，可加可即係嗰個洗潔精可加可不加，加色素都係可加可不加。最重要嘅係爬沙水同埋肥皂水咯。大家中意條視頻嘅就或者其實仲有一招嘅，如果你唔想加爬沙水，你加眼睛護理液嗰個都得，加小蘇打呢三樣一定係，呢兩樣應該混合埋一齊先得，因為個眼睛護理液佢係可以，但係咧小蘇打都好火。我嘅小蘇打喺度，盡量就如果你要加嘅話，就加眼睛護理液同埋小蘇打。小蘇打盡量就加，因為嗰啲小蘇打係比較細型嘅膠果水。然後咧，你加完嗰個嘢咧之後咧，就會成到我呢個膠果。然後咧，你一定要，如果覺得下次咧，即係佢會溶啊嘛，因為而家大夏天啊，你就可以加啲爬沙水或者眼睛護理液，因為佢係溶，可以用咧就係嗰啲水咁，好似鼻涕咁樣。所以咧，今次嘅視頻到此為止。中意嘅呢條視頻就訂閱、按讚同埋 subscribe 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想話係好教嘅，揾我。